这个是我们的北埔市场，北埔市场也是我的起始的点。这15年前，就是卤味的加工的地方，最早期的时候是从这边开始。那我是这边做好的话，就会推着我的摊车去到街上，北埔老街，去到我的摊位定点，就是说可能有一堆客人在那边等候，就卖我的卤味。一边卤一边卖这样子，那有的客人不愿意等到下午的话，就会来这边找我这样子。像冬天的话，我会卖一些我们的那边的特产啊，或者是一些花椒、辣椒，一些火锅底料这样子，就会在这边贩售这样子。客人因为有很多人来逛市场的话，也会加减看啦，增加一个多一点点那个销路这样子。现在这个做的就是我6日2天要卖的量，就这边先准备好啊，再通过我的那个小货车推到我的店面去，这样子。我叫唐雅琴，我来自中国湖南，我现在在北埔老街。和小朋友一起卖我的家乡卤味。早安。开空车来载货啊！这类推车以前是排在外面这边卖，但是现在是人手不够就没有了，就全部移到店面去了。好，我现在是拿一些货去店面那边卤制。今天礼拜6，是我们忙碌的时候又开始了。这样的日子要跟时间赛跑，因为客人的话我们就是靠假日这2天，客人的话一般大概是下午的时候人潮比较多，我们3、4个小时要帮我们早上卤的东西全部要卖掉，所以今天是跟时间打仗的时候。早上差不多7点半我就开始起锅，开始慢慢陆续下货，开始卤了，4锅到5锅，因为每一个东西的品相跟品类都不一样，我们都要分开来卤。我们所有的卤味都是当天现卤现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跟防腐剂，还有那个香精，而我们的所有的香料，那个香味来源都是我们自己炒制的那个香料。因为现卤的话，它的味道是比较浓郁的，就好像一只鸡一样。我们当天吃的话，它是味道比较鲜美。那你东西隔餐吃的话，它相对来说味道是没有那么好的。所以有时客人买回去说，哇，为什么宅配之后为什么没有现场的好吃？我说你通过冰箱配送的过程，一定会影响它的口感跟味道。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克服这一点。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香料，卤的话就要下一些香料下去，让它卤味更加提味。湖南卤味的话，我们其实像台湾卤味就是白卤一个味吧，而我们湖南卤味是不一样的，白尾一个卤，都是靠我们的中药材去熬煮，让它所有的香味都渗进去，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白卤一个味这样子。那台式卤味的话，可能就是以汆烫的方式，就是上面就淋一些就是油膏或者一些姜丝、葱花这样配就好了。你还没来啊？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要拿货都要自己去拿。
你先过来帮妈妈下一下货先好吗？再去买吃的，你先订好来，好不好？我现在很忙，嗯。来台湾大概5年之后吧，5年之后小朋友长大了，想说，因为卤味的话，也是我们家那个以前家里面做那个面店的一部分，就是蛮受欢迎的，那就回去跟姨妈和妈妈学习，通过他们的一些教导，我自己也来这边慢慢研发，就是迎合台湾人的一些味道。因为我以前也在工厂上班过，大概一天。我们在工厂上班1天12个小时，再加上来回，就这样子花掉14个小时在工厂里面的时间了。那小朋友也照顾不到，家里也照顾不到。旁边这跟我一起工作的是我大儿子，他从小就跟我一起学着跟我做卤味了，包括所有的卤制他都可以独当一面，带着我们的员工一起卤制，一起上架这样子。我大概6、7岁左右就开始在帮我妈妈做卤味了，可能也是想要有一技之长吧，对呀，不然什么都不会，读书也不太会的，那就只能出来工作了。也有在外面工作过了，可能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说还是在自己家里工作最好，对呀，以前几乎都是做工了。对啊，然后可是，一到假日我还是一样会来帮我妈妈啊。平常可能会就是做工哦，对人家也罢了吗？那个你看一下，应该尝尝看，可以了吗？应该大约从小学1年级7岁左右吧，就跟着我在身边帮忙当小帮手这样子。那时候还蛮乖的，包括有时候被警察赶，他也会鼓励我妈妈。我们就是说，等到警察在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不在的时候，我们再推到中央去，这样子。有时候会觉得说蛮那个的。其实，作为父母的都蛮望子成龙，希望自己小孩肯定靠自己的学习去，就是说不要像我们做的这么辛苦，让他们就是说通过学习去创造人生更大的价值，对不对？希望他们也做冷气房里面，哎，哪怕是学工程师或什么之类，一个案子下来，可能他们花3年赚的钱就是我们一辈子赚的钱，就希望他们这样子。其实说真的，也不希望他们像我们这样接我们这个工作了，还是学业有成比较好了。他选择这个，其实也觉得说常常出状元，那他能够帮我们这个工作，就是说去发扬光大，我觉得也蛮欣慰的，就好好的去传承。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了。来，你好，可以自己夹。翅膀3只110了，3只吗？再加1只。好。老板好了。那个豆素鸡放这边中间。豆鸡是吗？豆鸡对。小心啊，手不要切掉。你不要来打扰我。刚开始的时候是蛮辛苦的，因为毕竟是新的口味嘛，别人会觉得说。你在北埔老街客家村，你卖卤味，哪有人会吃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别人来都是吃板条、吃客家菜，你这个卤味不可能啦，没人会吃的。那我想说，打心里觉得说这个卤味是很好吃，是我们那边等于说家喻户晓的一个卤味，每一个家都会吃。想说毅然决然就把这个卤味就马上就去市场那边，刚刚有位置就租一个摊位，通过口耳相传，一传十，十传百，我的。慢慢就通过1、2年的努力，就有一定的顾客群，就是固定的了。尽量不要在车子里面闷到哦。285，搞225，215。
这些东西怎么讲，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好像包括每一个细节，没有自己亲自做的话，好像那个就是觉得好像不是很到位，要盯着这样子。包括这些端端抬抬，我们的卤汤就是很重的东西，导致后期一些动作不正确，或者一个动作太久的话，就是导致坐骨神经呐、包括膝盖呀、肩颈呐、颈椎都会有一些职业伤害。这一锅其实比较接近大陆的味，真的大陆的那种卤味的味道，因为像大陆的卤味，它没有叫不辣的，一定全部都是辣的。对，你看我妈那个就是不辣的，她原本那些都是不辣的。有时看法跟想法不一样啊，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他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会左右，包括我们小朋友从小也会这样子，是不是？好像我们大人会觉得说，你怎么不按我的想法去做？小朋友他觉得我有我的想法，就会一定会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包括厨房里面一样。为什么婆媳不能在同一个厨房里面？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我觉得这样子，那你觉得这样子，所以看谁要去妥协，谁要去认同谁这样子而已啊。在用他的东西的时候会会吵架，他可能比较急性子一样，我就是可能比较慢慢来的吧。对啊，应该都是我迁就他吧。哪个？贡丸吗？3克25。来，你好，可以空盘就可以夹。我们都当天现卤现卖。就是好像我现在做这样子，小朋友觉得他可以独当一面了。就说觉得我可以是时候为自己的生活去找一点点就是找一点点生活的乐趣，不要说一直就是因为卤味为了做而做。我们生活不是说除了工作还有其他的一些休闲的活动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放下周边的工作，交给小朋友去打理，我可能会出去给自己放个小假这样子。原味的在这边，那个是辣的，那个是麻辣，一定要辣的，好，那就。其实像我那时候16岁的时候，因为觉得家里穷啊，就想着改变这样的生活，改变这样的现状。我们大陆人就是一定要去外面打工嘛，才会赚钱嘛。16岁的时候就是在父母的反对下，我说我要出去打工，父母是不会拿半毛钱给我的，包括路费钱、车费钱都没有给我。那我是硬咬着牙根跟别人借的。说真的，30年前的中国大陆那时候生活，所有的一些基建呐，生活蛮贫穷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生活开支什么的都成问题。说真的，那后来我想说，我要去广东去闯一片天吧，就会像这样子。但是其实说真的，不是因为别人给我们讲的东西，就是可能要觉得怎么样赚钱，但是真正你去感受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里是我们北浦的后花园，秀峦山。那我大概1个星期会上来2、3次，就是当休闲运动这样子。这边的话，离我们家大概是走路大概5分钟就来到了，很近，就在这个北浦慈天宫的后面。也为了健康，也可以喜欢那种山间小路，或者听一下大自然的声音。树木在阳光下沐浴下那种味道，这样子。这有点像我老家湖南。我们湖南是地理位置是在大概湘西，就是西部有很多人就是传说中什么赶尸的地方，就那边。
这座山的形状有点像我们老家后面的汤家寨，远远的看过去是整个形状都一样的。来这边有一点点回到家的感觉，来这边爬山的，那个就是去找那种就是儿时的那种记忆吧，有时来感触一下那种家乡的味道。家里面以前种橘子啊，我们有务农啊，这样子。从小到7、8岁就已经下田去跟着爸爸妈妈去工作了，差不多凌晨4、5点就被床上挖起来去工作。有时候可能在生活遇到挫折的时候，包括像我的卤味，刚开始的时候起步嘛，凡事开头难嘛，觉得会有点挫折感，还没有得到别人的接受。因为这些东西小朋友也小啊，先生也他不太会支持我，他觉得说我的工作我自己管，你的工作你自己管。好像我遇到挫折感的时候，我连一个可以讲话的人，真正去表达我心声的人都没有。那时候觉得说，很想跟家里人去倾诉，去讲那些不能讲的一些，就是说心里面的一些委屈。在台湾生活了13年，那可能就是因为跟小朋友他爸爸的一些很多问题方面吧，就是可能他会比较大男人主义，我们好像什么都要听他的。而我的话，本来自己也是一个自立自强的一个女生，所以当很多东西可能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顺遂了，就后来想说，那就还是跟他爸爸分开出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过年的时候看到别人万家灯火，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团聚的时候，而我的话可能是在异地他乡，一到过年的话就特别想家，因为这边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乡，过年的话，在过年的时候会难免有一种落寞感，就是反而相对来说不太喜欢过年。我大概来台湾20几年，有抽出时间，大概是2019年赶回去给妈妈过了1次年而已。就是好像一个妈妈啊，等了一个女孩，等着自己那种远嫁的女儿回来的话，她是那个可能在村门口忘了又忘，忘了又忘，等了又等，等到好像终于回来了那种感觉。爷爷奶奶也站在村门口这样等，觉得真的蛮那个的。觉得后来我说以后还要再陪他们回去过年，但是后来就碰到疫情，疫情之后解封了之后，就没办法回去看他们了，因为妈妈跟爷爷都在疫情期间过世了。就是那是最后一次陪他们过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人生中算是遗憾，也算是无憾吧，我离婚那段时间最低潮的时候，好像要从头来过，什么都没有了，包括净身出户，什么是没有的。我就去租了一间能够安身的一个地方，去租房子住这样子。虽然说这么大的地方，有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有点落寞，这是人之常情。
有的人是可以承受孤独，有的人是可以不承受，但是我觉得这10几年也习惯了，习以为常了。一个人生活也很好，不会后悔。因为女生其实也可以靠自己，也不一定要伸手去要啊。跟人伸手要的东西，有一天会被收回的，绝对会这样子。我觉得女人也可以当自强。离婚在中国传统的这个思想里面来说，其实是很不好的，连我自己都没办法接受。因为离婚就代表说一个家庭的一个破碎的开始。我离婚的时候，小朋友大概大的10岁，小的7岁。小朋友的话会觉得说，突然之间妈妈不在身边，会那种失落感。但是我说没关系，妈妈一直会在你们身边，只是在不远的地方一直会看着你们。我一样是在北埔这样子，就给他们一个安心跟安定。娘在家在啊，如果娘不在的话，家就已经散了。把那青菜滤干，放那个篮子里面。他以前跟我爸在一起，就是怕我爸喝酒而已。他可能离婚之后就不会说又遇到什么可能喝酒醉什么怎样之类的人了，就是这样啊。然后我妈可能也比较自由一点咯。离婚不是说谁是谁非，可能也是自己的问题，就是没有说绝对的对错了，就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了，也是可能有一些事情加在一起，那没关系，就是说既然没办法生活，那么就选择另外一种生活这样子。他爸爸是很疼爱小朋友的，我觉得说一个爱小朋友的男生，他不会坏到哪里去，是从这一点我就去相信他，去肯定他这样子。其实那一年我怀孕，那一年我们是在珠海，那一年其实遇到很大的一个疫情，算是 SARS 吧。SARS 的话，他爸爸回来办我们一些结婚的一些证件什么之类的，那时候是抵内到的，因为碰上疫情是如果要过去大陆的话是需要隔离的。别人会觉得说，哇，这个女生未婚先孕是怎么了？就是会觉得说，一个男生那么远，他是在台湾啊，你是在大陆啊，别人会不会欺骗你或什么样啊？一个白色的，在中国人传统里面会觉得说，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言辞的。那当然，我觉得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些流言蜚语是绝对的，但是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面，我们做自己就好了。煮多久？煮了半个小时而已，不够肉，不够入味。我想都还腥味。你去看那鸭肉，你看那鸭子是老的，蛮老的，有点像我们家里面那种血鸭的那种感觉，它肉质很 Q。我就吃了2块肉而已啊。你吃2块肉？其他都是吃菜的。其实2个小朋友算蛮乖的。就是说那时候从一路走来，假日的时候，平常读书，假日的时候来帮忙，就是说没有走偏差这一方面，觉得蛮感谢他们，很乖。你们要放西安呢？一点点的。你看那位西安的？我妈妈屏东人。哦，屏东哦，屏东讲偏方就按到鸭盖的啊，俺无跳出去啊。讲伊点价去讲，我买鸭盖啊，讲伊跳价去讲，乜个迄鸭盖啊？我买鸭蓋啊，叫乜個按到鴨蓋叫是雞咩？是喺前面前。哦，雞啊！嚇，雞嘛？係啊，鴨蓋。你魚奶啦，你都算來冇啦，你魚奶啦，你都算來。这是不同的个性。你们喝点鲜奶吧。那2杯啊，1杯做的么？唔是。你都干啥？哎，俺咪到手講下。
我们是从大概2019年开始，因为我们都是一些乐团的朋友嘛，他们会比较就是晚上的时候会弹奏啊，会演奏这样子，就我觉得这种氛围很舒服，大家因为是10几20个朋友在一起，大家带自己就是带一些吃的，在户外这样子去煮东西，去分享，去感受那种户外的那种氛围，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跟同学那种户外野炊那种感觉。虽然说现在是成人了，就觉得哇，这种感觉很好，很舒服。以前我们认识的朋友都是做生意的，街上老街都是做生意的。这些的话，他们每一个人的职场都不一样，有的是自己做老板，有的是喜欢音乐。我这个好朋友小秋，就是说我们一起做生意，经常也是一起出门旅行这样子。咱们开船行特别不开10-20年的啦吼。个开船行的时间都是从要出去了啊，出去了是真神奇啊！个张寿司的时间，爱呀真活泼，出去了大家己也真活泼，大家是真神奇样的。然后迄个是越夹越好样的啦。过这来的时间啦，我买休闲好多嘛吼，也是老伊落落来样的啦。蛮好夹啦，你当什么呀？伊虽然体力来吼，不过蛮好夹的。当然来讲手机蛮等颜色啦，伊嫁来台湾嘛，迄尾记得离婚啦，离婚1-3年啦，咱母亲都朋友啊。给朋友是都局限在北部啊，就是那个乡下地方啊。这时候讲突出来年少好多等于不要环境就在斯特给大地方啊。好了，切莫。其实是以前我们来北埔的时候，我们一直是在家里面的，因为我们圈子我们都是围着小朋友、围着家庭转，也没有太多的朋友，可能自我也是觉得会保护自己怎么样？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来大概20几年前，比较会有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就后来说也就直接会帮自己保护起来。后来慢慢出来老街做生意，认识这些周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蛮不错的。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善良嘛，真实嘛，这样子才是生活的真实的一面去写照。你监控你先。这边有103年。原来露营这个装备这个准备，俺来准备嘞，俺老去买呢，天山俺老去买哈，嘛该遮阳垫呐，嘛该拢俺老去穿啦，但是无关系，因为佢无松嘛哈，慢慢玩其实我好啲样嘅啦，是一样人来啦，所以就讲爱出来行行诶，迄面当初人讲，我当初跟你说要出来走一走，系啊，不要都局限在那个环境里面。干嘛很感动啊，很感动啊！干嘛一直在流眼？就是我是讲实话嘞，没有就讲呢，好像来这边有一个姐姐这么疼我，不是这样子吗？你不觉得我对佢啊，我对讲袂清楚啦。佢乜解唔穿我出讲啊？你们也知道，睇家喺做姊妹時，又乜解袂出講，做唔得生氣啊，做唔得乜解，所以佢也還好，佢對我唔會啦。佢咩當到睇到姊妹啊，可能。恐嚇時間冇咁多啦，可能老年台灣嘅恐嚇時間好多啦。姐姐真的對我就是像自己的家人這樣子，就是一路帶着我這樣子，就是幫我好，就是說覺得我的圈子比較小嘛，那我們出來就是我們的視野，就拓展我們的視野，我們的眼界就不一樣，你會看到不同的東西，比較不一樣的生活這樣子。過來清冰啊，冰刀啊，常講你會痛白樣嘅。你可以我咩变过来嘅啦，伊个路我拢行过咧，讲他们嘅身体如果抢来样，不值得啦，对呀，身体是自己的，老人家都讲过啊，你听得懂客家话吗？听得懂。我妈妈往生以前就是讲过一句话，身体要去改哦，咱摆痛啊，无言讨厌哦，所以照顾自家身体呢。这胡椒盐。来喽！那我刚刚这个青菜呢？哎呦，好香哦！跟你讲，开始有露营的这样的生活之后，我觉得人除了努力工作之后，还要去享受其他的一些生活。像我们做这么多年，身体是出现一些问题的，但是真的我们出来露营啊，跟一些朋友出来放松，觉得整个身心是很放松的，我很享受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说，就好像姐姐讲的，
其实我们不光要努力的工作，也要去享受生活。比较真的蛮顿悟的时候，是回去看到妈妈啊，妈妈一辈子很辛苦，都70岁了。我一直跟她讲，我说妈妈，你不要再去干那些农活了。但是老人家嘛，永远都放不下。妈妈倒下的前一天还是在工作，还在田里面工作，觉得好心痛，觉得妈妈辛苦了一辈子，怎么到后来身体都变成这样子后，非常之的顿悟。我也该为自己活了，一辈子要扛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嘛。就自己努力的去工作，为了家人，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刻会倒下，所以想说好，那我就改观自己的那种生活的一个方向，好好的为自己那个短短这几10年也为自己过这样子。感觉东西大家抢着吃好吃，一个人吃会比较再好的饕餮盛宴都觉得不好吃。其实最抚慰人心的就是东西，就是这种家常菜，有那种妈妈的感觉。在中国人的那个传统里面，就是家庭主妇，你就是照顾小朋友、洗衣服、做饭，你就是一个没工作的女人，就是觉得说，那我们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吧。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一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我们女人我们也可以出去外面工作，是不是？就是觉得我们也有我们的活着的价值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想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子。辉哥，我要1份牛肉冬粉。不是牛肉面吗？啊，你帮我煮面了是吧？对啊。还有好啊。冬粉就冬粉啊。不怕了，你有做就好了。对呀，这就是我们做10几年都是一起工作的，那个就是说一起同事啊，大家一起出去玩啊，出去有时候会一起聚餐，都会跟他们一起出去啊。这个是他们的牛肉面也做10几20年了。哎呀，大家全部對啦，時裝組啊，對時裝組將我大家同事啊。很好相處啦，大家將我當菠蘿啦，不會說怎麼樣，因為大家生意項目上啊，幾棒機啊，大家幫忙啊。都是夹自己要吃的菜，早餐。他都很照顾我们的摊位啊。这位是我的姐姐啊，很好的，她是美兰姐姐，她也是自己开这个早餐店。就是很挺我了，算自己忙完他的早餐之后，还过去帮我，就是说帮我的前置作业都会帮忙，帮了我10几年了。刚开始是他一个人在奋斗，突然间有一天来这样吃饭，哎呦，我好像要请人哦，事业有一点扩大咯。我们就说，我们也是开玩笑，好啊，请我，因为要前置作业工很多。就这样一讲，一拍即合。这个老板娘对我们真的很好，将心比心呐。对不对？对我们好，我们自然就会好，大家都互相帮忙啊，对啦。我们大概礼拜4、礼拜5都会做前置作业，所有的这些都要汆烫啊、处理啊，来回来是我们都是新鲜的嘛，都是温体的。温体的话回来就要稍微做一些处理。礼拜4、礼拜5都会做这样的一些前置作业在这里。争分夺秒。因为这边我们那是早市，早市的话，他们一般到中午的时候就开始，这些同事他们就慢慢离开了。我的话可能还要再奋战到傍晚到晚上，有时候，我做1天可能让他们做3天。那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一个人嘛，还觉得说什么东西自己一个人亲力亲为，一个人来，觉得还可以。等到后来就是到一定的程度了之后，觉得说我不能再一个人做了，一个人赚钱太辛苦了，因为要靠别人才可以，就是帮我的这个卤味慢慢去扩大。那时候刚开始
也是刚刚起步嘛，也没多久，大概2、3年，那也没有钱去请员工，都是靠自己一路这样子纯手工这样去做，一路撑着，推着我的摊车，也不敢租店面，也不敢租摊位，就是像那个跑警察这样的状态，这样子，可能有时候别人会看你生意好啊，会报警啊。推着我的摊车就往旁边躲一躲，后来等到警察跑了之后，我又推到路中央去卖东西，其实那是不好的啦。但是为了生活，那时候是最辛苦的时候。吃饱吗？吃饱了。是啊。我这个还看不到这个，现在好像老花眼。明天开始又要工作喽。对呀，又是好快哦，马上就一个礼拜这样过，礼拜6咯，礼拜天。昨天市场休啊，所以我在想，昨天大家都休息啊？对啊，你的鸡脚没来啊？大家休息，中元节过后都还在休，他没有杀鸡杀鸭。一根一根拔，你看一个鸭头要拔多久？客人还说，怎么一个鸭头那么贵？我说，要不你来拔，我免费给你吃。对啊，因为东西不是说生的就可以吃啊，拔鸭毛、穿烫，有的没的，工作真的，现在做吃的很辛苦啊。后续的工作真的是别人看不到的辛苦跟辛酸了，像我们的那些拔毛啊，有时会做那个前置作业，有时自己蹲在那里一蹲就是10几个小时，埋头苦干。可能有时候我请人，他们都接受不了，因为又脏嘛，又油油腻腻的。前置作业是最辛苦的。这个都细工作啊，都要用眼睛去看那看。你看我现在就老花了，我看东西我要这样子看。不然他看不到，尽量就是给客人吃到，最干净啦，就没有什么毛，没有渣子，这样吃起来比较安心啦。自己不敢吃的东西给别人吃，我们拿不出手，良心事业。对呀，最辛苦的是做吃的。曾经有个朋友讲，他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呢，他说就让他去纽约；如果不喜欢人，就让他去开餐厅，他说累死他。我刚刚叫卤菜是你们的吗？啊，好，不好意思，今天这边没有鸡肉哎，没有鸡肉，稍等我一下啊，我帮你收一下，不好意思。这个要滚起来吗？这个卤菜要滚起来吗？还是烫一烫就好了？烫一烫就好了。2桌的165卤菜，我帮他写起来了。2桌的卤菜165。这是朋友的店，偶尔会过来客串一下，他们比较忙的时候。对。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有点乱。因为有时做吃的很难讲，突发状况很多。有时候我们人够的话，他又没有客人啊；有时不够人的话，客人一窝蜂进来了。因为这边的东西适合我们味道，它的水饺很好吃，全是手工做的。我们有时候偶尔姐妹就是会找个时间，大家都会一起聚一聚，聊聊天，分享一下。我们没事有时候都会姐妹聚餐。做生意有空就会聚餐一起吃饭。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地方好姐妹，都是来自湖南的，我们大家认识都是。这个姐妹就从她18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我们算是好闺蜜，认识20几年的好姐妹了。我们就是说姐妹有什么好的事情都会一起，好的东西、好康的东西都会一起分享，这样子，很默契的就是很巴结的好朋友了，好姐妹了。我是比较不喜欢一个人吃饭，因为一个人吃饭觉得没什么味道。那跟姐妹在一起吃的话，就是聊聊天啊，或闲这样子，有说有笑，会比较那个。比较有那种氛围吧，就是他那时候离婚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什么地方连地方住都那个，然后车子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而且我跟他刚创业的时候，是我陪着他一起，他是在那个摆一个小摊车，然后我最记得第一次摆摊营业是，我跟他那时候是天气非常差，然后又刮风又下雨，就是大冬天哦。那天的营业额1700块台币，可是他就后来就是一直坚持下去，然后就慢慢这样一点一点的，
累积客源。他能做到这样子，其实也是可能是他本人也很善良，人真的很善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我觉得这样算很 OK 的。对啊。其实姐妹的陪伴很重要。有时候我们人一些就是说心中的一些不开心啊，或者是压抑，其实还是需要跟身边的朋友、自己的好姐妹去倾诉一下。如果我们一直压抑，可能就会有病嘛。说真的，也是感谢身边的这些姐妹去开导我，去鼓励我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一定会得到肯定跟认定的，所以就慢慢走出低谷这样子。你有没有想过，哎，我曾经卤到那几大盘啊，怎么出去怎么回来？哎，我们那边大陆嫁过来的女孩子都很坚强，抗压性蛮强的。就是你要想一下，山长水远跑那么远嫁过来，没有别人可以靠啊，只能靠我们自己，靠自己双手打拼啊。对啊，你不坚强，谁来可怜你？有很多很多80%的人会说。哦，你们大陆人很赞哦，很那个会过来去打拼的哦，很不错哦，他会这样。有一小部分还是有一小部分会歧视我。就是说，哎，我们不是靠什么为了什么目的来的，我们就是为了家庭，为了生活。就是每一个人在哪个地方生活都是一种生活嘛，对不对？通过这些年啊，大家也知道，哇，我们真的是确实在靠自己双手在生活，在好好的过日子这样子，现在是在抓料，我们的那个卤味的香料。帮我的这个是小儿子，他会跟着我慢慢在教他，包括一些前置作业都会叫他们帮忙加减做。我们那时候都在家里玩手机，整天都在玩，然后就很无聊，所以就想说有什么事就出来帮忙啊。以后可能等到我年纪大了，就慢慢传承给他们去做吧。这样差不多了，剪刀也可以，比较碎的。他们一直以来还是假日的时候会来帮忙，两个小朋友都很认真、很认份这样子，包括假日啊，该做的工作或什么之类，甚至大的大概17、18岁的时候就可以独当一面，包括我所有的卤味的一些传承啊，或者包括我们。就是我的特别的一个秘方，什么东西他都 OK， 可以完全掌控，可以带着我们请的员工这样子一起做，所以觉得小朋友成长蛮快的。需要辣吗？大中小辣。好，开始差不多了。下雨。那个雨不怕啦。你调一下味道，你调一下味道。因为我们外面有一个摊位，我们最早学的时候是在外面那个摊位那边开始起，就是发源地是在外面摊位，后来是因为这边附近疫情期间这边有店面，我们才租这个店面的，所以最早期我们是以摊位开始。等一下我们就马上要出摊，去到我们最原始那个摊位那边，客人有的会在那边等候，轻轻的哦。用力啊！没力。等一下，妈妈拿一下这个。好吧。来，小心哦！慢慢接过一下哦。要用力哦。在这个社会上，你知道肯做，肯靠自己的能力去。达成自己所希望的事情是绝对可以有所成的。我们比较辛苦的话，就是碰上那种刮风下雨，有时候真的是就是一个女生呢，我要靠着就是推那台车啊，或者用的都是苦力的，包括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一个人扛，都是重物。重物的话，因为你没有帮手嘛，那时候就是困境的话，是觉得说心里的苦才会苦，身体上苦是还可以接受的。
包括我们要挪某一个重的东西，因为那种大脸盆嘛，大脸盆可能真的很辛苦，这样子要挪上挪下，这样是比较那个的。那生意上面的话，我们做的是游客生意嘛，别人也是尝的，就是品尝化的话，接受度还蛮高的。我们都当天现卤现卖，所以做的都是老顾客，是100，这样150。因为这个摊位是我们的就是发源地，我们是从这个摊位开始的，所以可能是念旧，所以这个是不舍得放下啊。再加上这边的人潮的话都是比较热闹了，所以这边还是不舍得帮它放下，毕竟是一个我们的起步的一个根嘛，这样子，小心一点哦。哎。就是铺天一说，就是我们靠天吃饭啊，有时碰上天公不作美的时候，我们就完蛋了。就像今天一样，客人他会为了避雨，如果看这场雨下的久不久了，下大概半个小时，午后雷阵雨这样子，那客人如果在周围的话还会出来，如果等下比较久的话，我们就惨了，就是可能东西怎么出来就怎么回去。一直以来就是在哪里都是生活跟工作嘛，那可能回到大陆，因为我不知道去做什么，因为大陆的话做什么东西都是竞争很大。在台湾的话，我想说我做这个我们的家乡卤味，在这边已经有它的，路已经铺好了，包括客人也是累积。那如果我突然之间走掉的话，我觉得这些客人需要我的时候找不到我，就觉得可能一种信念吧，对不对？就一种使命这样子，想说，哎呀，还是好好帮这个东西去传承，去帮它发扬光大。我现在就是说想说帮我们的卤味，就是在台湾去慢慢去展店，或者开一些直营店，包括或者就是将来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有的客人如果真的是他们吃得好，就是一直就是说拜托我加盟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是现在未来就会往这样的方式去延续这样子。我叫唐雅琴，我来台湾21年了，人生下半场我想为自己而活，希望你们也是。来看看可以自己夹，都现卤的哦，空盘就可以夹那边。妹妹从小性格坚强独立，也很要强，她在为整个家庭付出很多，希望她在台湾越过越好，有空常回家看看，我们都很想她。想到以前那样皮的时候也。就那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想说总是要有一个事业吧，那就好赚钱来帮妈妈咯。爸妈离婚过后，我有想过我们一家4口可以一起再出门玩的，就有想过那个画面。